大家保持冷静，你们再这样。 周建琴，该你上场了。周建清，该你上场了。哦，跟我来吧。哦，好。手机我帮你拿吧。哦。 喂，顾总，你赶紧去看官微评论。评论？曼星给他的台本是抄袭的，可这怎么算到他头上？哎，你快看这个，真是假的呀？抄袭！他抄的，真不要脸！他呀，哎，会不会这个是不是就是他呀？是啊，是啊。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，有请今天的第3位入围选手发表获奖感言。大家好，我非常想在这里。周建清，滚下去！漫画都是抄袭的，要不要脸？滚下去！凭什么？别扔了，我们已经报警了。请大家保持冷静，你们再这样是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。没事吧？有没有哪里受伤？